来看前一站哦，过来因为欠卵的问题是吵吵闹闹。3月鸡卵大卖价上贵，起到1斤55块，最近大卖价已经落到50块左右了。真正欠卵的时候，店家嘛拢对得起价。即马鸡卵落价，也毋过卖这店家是无对落价哦。消基会认为店家嘛应该要调整价格，因会过来做如何完整的调查。干卵煎到半青色，倒伫饭顶悬，这个蓝咖喱甲放牛肉，一出香港的料理就安尼完成。有业者看到卵的价销渐渐稳定，买商品嘛得咧降价。本来从1箱580，然后到980到1500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欧姆蛋也是从60到65到70。最近的蛋我们有降价，因为成本有降价，所以我们就跟着降。店家有做调降的话，就会想说多点一些他可能加点的东西或者小菜。国内卵价走势为去年7月份，产地价销甲大卖价销1斤拢起2块，分别是42块半甲52块。10月份落2块，今年2月13搁起2块，3月初6一个手起3块，产地价销有加悬到45块半，大卖价销是55块，创下历史新高。6月14开始，产地价销甲大卖价销1斤是落3块，到20的时阵是拢落2块，大卖价销是1斤50块，产地价销是1斤40块半。最主要是那个端午节是特别连续假，加上学校要放暑假，所以可能会造成卖压，所以提早做一个减价的措施。不过嘛，毋是每一间店头的价销拢会对卵价做回落，消基会会针对对卵价起价变动、餐饮等等，形成价销敢若起无落的情形来做完整的调查。之前看了蛋呢，是从10块钱涨到15块，甚至铁板烧店甚至到20块，这调整的比例蛮高的，这就达到50%。道理来讲，现在蛋价既然是下跌的话，应该调整他们的一个对外的一个销售的价格才对。消基会强调讲，会理清感受无合理起价了后，再个完整的结果对外公布，提供予消费者来选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